就是我们在制作的时候都会以为这个是很传统的戏曲的寡戏这样，可是事实上呢，就是导演就一开始的设定上就是会有很多就是比较喜剧的元素，然后他希望能够有一些我们这个世代同温层的话题的东西，他就有出现一个介绍人物场次，然后有漫威的桥段，钢铁人起飞的声音，类似这种概念用在这个歌仔戏上面，就是明明是阴间，然后原来设定是古装，然后可是其实它的东西都还蛮跟现代还蛮结合的，就是有手机啊，然后他们的那个语言啊，那包括那个歌词，我就觉得其实蛮有趣的，跟我想象中歌仔戏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它里面有一场牵反的一场武打戏，丁谦导演他就是本身就是舞台剧很有经验的演员跟导演，所以他来他就是说哦这个不够浮夸，所以他就演了各式各样的声音，比如说被打的啊，然后打人的啊，然后每个人10几个人都他发出来的。在有一些抢婚的桥段上，我们可以出来一些唱 rap 的形式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就要先跟音乐的基老师他们去讨论，然后在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要怎么样加入节奏感，或者是说到后期来实际录音的时候，那个唱腔都要跳脱传统的思维。因为我们的年代都是阿嬷都是很喜欢听寡戏的，然后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世代，工作人员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使命感，就是怎么样在跨领域的执行上能够延续他的生命。那我是蛮开心在孟婆客栈里面看到这种新形态的成长。